为着要鼓励少年人用武器甲影像记录身躯边感动人的故事，公司台记台特别举办微电影创作比赛，金马奖影后杨贵媚也来参加记者会，伊也鼓励少年人着把握机会，用武器记录一块土地水。微电影，笑微微。对镜头微微笑，金马影后杨贵媚自细汉就讲台语，伊讲伊是食台湾米、啉台湾水大汉，台湾的查某囝。最近伊唔但主持公司台记台的节目，也替台记台举办的台记微电影创作比赛徛台。杨贵媚甲伊过去用尽苦心翻译华语剧本所累积的台记底经验，鼓励即阵的少年辈爱把握机会用武艺创作。国语的剧本要翻做台语嘛是真困难，但是你就是爱问啊，爱问人请教人，那会当透过咱的影片，安尼真温柔向世界来讲，咱台湾是台湾人是生做什么款吼的感情，安尼是上好的。3、2、1。为着提供台语，公司台记台特别举办微电影、台记微电影的创作活动，就是希望透过微镜头记录台湾这块宝岛的故事。公司董事长陈玉树也表示，公共电视长期以来总是国力提供机会，让创作者有制作各类型影像作品的舞台，也讲这摆活动延续公司推出优质的影视产业这个使命。为学生剧展、人生剧展，一直到新创电影哈。都是一站，互少年人为少年开始有通参与工作，而且有通进步。微电影台语影像创作比赛，只要是对台语文化有兴趣的人，拢会使参加。首奖会使摕到20万块的奖金，得奖的影片未来有机会伫咧公司台记台播送。记者阿敏、金田玉水台北报道。